分鐘話你知邊5種人唔適合用移動腰部牽引器 B18D。第一，如果病人有胸肺心臟、肝臟、腸胃疾病等內臟問題，就唔適合用呢個產品，因為戴呢個牽引器會壓迫腹部，引發不適。第二，對於認知障礙症患者，由於佢哋嘅認知能力下降，可能無法正確使用或者理解牽引器嘅操作，呢個會降低佢嘅效果，除非有人為佢哋佩戴。第三，對於體重過重或腹部太大嘅患者，可能因為揾唔到有效嘅支點而難以拉起腰椎，呢個令到牽引器嘅效果大打折扣。第四，對於唔願意接受腹部上有外置物嘅病人，會令佢哋感覺唔舒服，呢個係心態問題，就好似有啲人對假牙或者耳聾機嘅接受程度就唔高，咁樣腰部牽引器未必適合佢哋。第五，對於年紀過大、80歲以上且病患過10年以上、已經鈣化嘅患者，腰椎嘅靈活性減少，使用牽引器可能達唔到預期嘅效果，而年輕病人效果就會非常好。如果你有以上問題，喺腰部牽引器 B18 可能唔太適合你。然而，如果你冇呢啲情況，佩戴牽引器可以拉開腰椎突出嘅椎間盤縮返去，幫你解決坐骨神經痛。如有需要，歡迎預約免費試戴。